五一唔使周圍諗住去邊，珠海金灣超正2日遊，呢條視頻即刻收藏，放假直接照住玩。第一日主打鬆弛度假，從金灣華發商都開始解鎖快樂。五一期間重磅上線，2026湖畔舞鋪生活節休閒打卡超寫意。現場仲有珠海傳媒集團第7屆粉絲嘉年華、全民健身乒乓波球公開賽等你嚟玩，加埋5月重磅優惠，食飯購物樣樣都好着數。行完商場就過嚟金灣藝術中心感受文化氛圍。意大利歌劇之夜為民演出只需99蚊，性價比極高。3大 VR 主題同步登場，新潮體驗等你沉浸式打卡。想親近大海就一定要嚟金沙灘。五一專屬沙灘遊樂會同活力競技狂歡節火熱開玩，趣味項目、海邊美食一站式解鎖海邊度假嘅快樂。玩足1日，入住金灣武林大酒店收尾，酒店自帶室外恆溫無邊際泳池，打卡影相超驚豔。最驚喜嘅係超大冰雪樂園同兒童遊樂城，喺金灣都可以玩真雪、溜冰、刺激滑冰道，通通安排。仲有網紅噗噗車、真人 CS 多款沉浸式 VR 項目，大人細路都玩到唔捨得走。第2日主打文藝同煙火氣，慢節奏深度玩轉金灣。朝早出發紅旗1970藝術區打卡復古紅糖糖廠，親手體驗古法製糖嘅樂趣，好玩又有意義。旁邊新開嘅田野公社，清新治愈嘅場景，無論係影相定係坐低休息放空都非常之適合。中午必須安排紅旗特色水鄉家宴，金灣黃腳辣、冬瓜宴、菊花宴，全部都係招牌，食過翻尋味。最後嚟到8號營地，甜蜜計劃草地音樂會沉浸式開唱，溫柔晚風搭配現場 live 真係超浪漫，仲有煙火氣十足嘅燒烤大餐，3、5知己一齊食嘢傾偈，舒服又自在。2日旅程尾聲，入住華熱建國飯店，全景落地窗將城市天際盡收眼底，卸下2日遊玩疲倦，為呢個5一假期畫上完美句號。